不论资深或年轻球迷，甚至是平常不太看棒球的台湾人，对彭政闵这3个字一定都不陌生。他在中职已经18年，打了1708场比赛，连霸明星赛人气王14年，称他为中职先生绝对不为过。彭政闵在中华职棒打拼完18年，正要进入第19年时，却在季前宣布今年打完就要退休，让许多人震惊不已。虽然做出这个决定很困难，但由于身上有许多伤痛后遗症，年纪也快要41岁，彭政闵表示，觉得自己也差不多了。要在中职坚持19年，彭政闵指出，最重要是保持身体，毕竟没了，什么都没办法达成。另外，彭政闵认为，要了解自己在球队里的价值。他指出，近来有很多科学训练营，教导选手要怎么把球打更远，但他说，你还是要回到现实面，去了解自己的价值性在哪，还有球队给你的角色。彭政闵表示，由于年轻时长打率较高，曾为自己设定1年打20-30支全垒打的目标，但职棒生涯以来，他仅于2007年轰出21支，再来最接近的就是2002至2004年各18支。他笑说，原本不相信人家说的年纪会有影响，我有尝试改变，可惜一直没办法达到。不过，彭政闵的打击贡献从没少过。他从2001年到2016年，整整16年打击率都在30%以上，是其他球员难以超越的恰恰障碍。对于达成这样的成就，有什么诀窍？彭政闵说：“把握每一次的打击吧。”这句话虽然看似简单，但其实最难做到。中华职棒整年有120场比赛要打，彭政闵说，如果你没办法每一个打席都很认真、专注地去面对，其实很容易在疲劳时更让自己分心。彭政闵指出，虽然自己也没办法做到每个打席都很专注，但至少要把分心的几率降低。他开玩笑说，如果真的100%专注，我打击率就不止30%了。打棒球33年，其中职业生涯占了19年，相信很多人好奇，彭政闵是如何维持热情。他认为，刚加入职棒的时候，或是想要追求自己或环境更成长时，过程一定会有热情产生，但当一切稳定下来后，就是一个工作吧。彭政闵说，很多人会羡慕球员可以将兴趣与工作结合，我都会很想跟他们说，如果你的兴趣是工作，那你才会难过。工作永远不会是兴趣，因为有压力，有各方面对你的看法和舆论。此时唯一能做的很简单，就是专注把工作做好。不过，棒球也让彭政闵改变很多。谈到现在的自己与刚进职棒时有何不同，彭政闵指出，第一个是变得会讲话。他回忆，刚进职棒面对媒体时，讲了2-3句话就不知道说什么。彭政闵说，现在比较懂得如何思考，经过这么多年自我成长，人家对我的看法和定位都不一样，就必须去学很多东西，还有在球场上更冷静。彭政闵笑说，现在看到年轻选手打不好时有情绪反应，都会想起以前的自己，我都跟学弟说，我以前也是这么暴躁，他们都不相信。彭政闵说明，职棒加上国际赛事，
经历了快2000场比赛，看太多了，看过很多比赛，经历过很多状况，也因为这样让自己收获、成长很多。除了场上专注自己的工作，场边球迷对彭政闵来说也很重要。经历过5次假球案，体会过许多起伏的他，第一年进职棒就很有感。他回忆2001年的状况，例行赛球迷根本没几个人，有时候下面球员都比上面球迷多，但那年总冠军赛几乎场场爆满，落差很大，这个感觉是没办法形容的。彭政闵表示，没有球迷时，球员打起来是有一点失落感的，尤其经历过很多好的事情、不好的事情后，如果没有球迷在场边支持，球员有时候会打到有点无趣，会失去目标。彭政闵很多时候与球迷合照、签名，都是来者不拒。虽然他指出，像日本、美国职棒明星球员，对于每一个签名、每一次出席活动都会更严谨，有价值性。不过对现在的中华职棒来说，必须要先得到球迷的认同。彭政闵也发现一些球迷始终给予支持。他说，不管在任何时刻，低潮、难过、不开心的时候，他们都会随时随地鼓励，所以我才觉得，若有时间，拍照、签名让球迷能够开心，这也可以让自己开心。对于连霸14年明星赛人气王的恰恰障碍，彭政闵谦虚表示，我想这都是球迷给予的荣耀，如果球迷没有投给你，甚至连打明星赛的机会都没有。他也提到，球员要知道，得到这些选票与球迷支持后，更要好好在球场上表现，不让球迷失望。中职成立30年，彭政闵打19年。他说，从一个刚出生的小孩到30岁，都已经是壮年期了。以一个球员来讲，30岁是技术最成熟的阶段和年龄。彭政闵认为，中华职棒在薪资水准及自由球员制度都改善很多，让球员有机会及目标，为自己争取更好待遇。不过他指出，不止中职，全世界职棒都还有很多制度要改进，这是永远不能停止的。毕竟我们已经走到30年了，如果能够更成熟，环境就会更成长。对于中职30年以及职业生涯的最后1年，还有没有什么期望？彭政闵说，期望只有一个，不要让兄弟球迷失望，让兄弟球迷继续为兄弟球员加油和鼓励，让兄弟球迷回来，就这样了。